可能即马现代人上界头听就是诈骗。这边花园戏剧总团2025年上界新的戏出，转型到异世界，正做嘉庆君，发现我的祖先是诈骗集团，这就是在讲穿越时空加诈骗的故事。边花园的东条小生孙翠芳加资深的演员孙英辉，因是兄妹仔，经过20年后，因搁再做回演戏啊，而且这也是头一摆挑战这款新的题材。我已经死了。这是西方世界。一位少年仔伫走投无路时，做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却因为一场车祸转世变成伫宜兰出巡的嘉庆君。这出由3个剧团做伙打造上新的歌戏，故事咧讲主角对现代穿越到清朝变成皇帝，最后发现家己的祖先可能是大骗子。除了传统的脚步手路，佮加入唱歌跳舞。明花园演员孙翠芳甲孙英辉兄妹仔经过20年后，搁一摆做伙演出，因嘛是头摆挑战这款新的题材。感想真好。20多年啊，即摆搁会当同台演出吼，实在机会难得啊！导演哦，嘛真正帮忙，真正包容，互阮这老演员自由发动。这出戏合作转身到异世界，成为嘉庆君。发现我的祖先是诈骗集团，嘛是这届台湾戏剧艺术节的大出戏。5月16日会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，拜时戏班的演员进行最后的排练。导演嘛分享所有工作人员一路辛苦的过程。小凤老师就弯腰了，就腰好痛，膝盖痛了，然后各位孙老师呢也都好辛苦，好辛苦，身体都开始导演。这出融合嘉庆君由台湾的戏剧，结合现代上头听的诈骗议题，透过骗术的剧情，让民众注意现代诈骗的情况。主办单位嘛表示，希望透过结合传统与创新题材的歌戏，会使加入民众的生活。记者柯炳哲台北报道。